有啲朋友咧就問 Ken Sir 啦，點解咧會有呢一個咧12生肖啊？呢個人元素啊、桃花數啊，同埋呢一個咧欺凌數咧，會喺度講解咧。其實咧最主要咧有一啲朋友咧，佢嘅工作咧就並非咧銷售行業，亦都係咧一個職場人士，就並非咧就係自己做生意。而咧佢好多時咧佢嘅升職加薪啊，或者咧去處理咧佢嘅上司下屬咧，都好必須係講及到咧從呢個人際關係係非常之密切咯。所以咧 Ken Sir 咧就喺度咧設立咗咧就係咧俾你大家認知到咧就係你12生肖入面咧你係個乜嘢嘅生肖，而咧你本身嘅福氣咧係吸引到咧啲乜嘢人咧對於你嘅異性緣啊，即係男女之間嘅情緣啦，同埋咧就係你有邊啲人咧係特別欣賞你嘅，我即係叫做正粉啊！你啲粉絲啊，講真嗰句啊，你嘅上司都可能係你嘅粉絲喎，因為點解？佢唔欣賞你嘅工作，點會俾機會你升職加薪呢？明白嗎？有句説話咧就叫做咧曹操也有知心友，劉備都有對頭人。呢個世界有人喜歡你，同樣都會有人係不喜歡你噶嘛。所以咧今日咧就為大家咧去專登咧就講解呢一個範疇啦。咁我同大家講嘅12生肖咧就講緊咧就係屬猴嘅朋友啦。你有冇啲屬猴嘅朋友喺度睇緊呢？或者你本身係咪屬猴呢？無論你係咪屬猴都好啦，記得將呢一個短片咧就分享俾屬猴嘅朋友，俾佢知道咧就係咧自己嘅電話號碼入面咧有啲乜嘢嘅數字咧，對於佢嘅情緣啦，對於咧佢嘅異性緣啦，亦都咧對於咧佢嘅有啲邊啲人咧係特別去欣賞佢，或者喺邊一個範疇你擁有嗰個數字咧係特別咧就多人喜歡咯。明白嗎？咁亦都咧知道咧，原來自己擺咗個乜嘢數字咧，點解會咁容易咧就躺着也中槍啊？無啦啦都俾人哋去攻擊你咯。又冇23570，但係咧擺錯咗個數目字，都會咧吸引人哋咧有啲負面嘅意見喺你身上咯。可以嗎？咁啊，記得準備紙同筆同埋睇晒呢個 video 啦。假如嗰下咧係第一次咧入嚟咧睇呢個啦Ken Sir 迎風能量教室嘅話咧，邀請你記得就訂閱咗啦我呢一個channel 啦。我呢度咧係提供一啲免費嘅資訊咧，幫大家點樣咧運用咧能量咧去提升自己咧嘅運氣啦。能量越大就運氣越好啦。咁尤其是咧，如果咧你相信電話號碼數字咧呢一個詞頻啦，可以咧提升到咧我哋嘅人生嘅運氣啊，個人嘅際遇啊。同埋咧就點樣咧，令到你嘅金錢啊、事業啊、關係啊、健康咧都得以改善同埋提升嘅話咧，咁咧你記得咧就訂閱啦。再次提醒翻你，因為我過往拍咗咧就過千嘅影片啊，應該去到今時今日係應該係1400條片咧就去幫人哋點樣運用能量啊，尤其是電話號碼數字咧，去提升咧呢個人嘅運氣。所以咧，如果你想攞到呢啲第一手嘅資料同埋呢啲免費嘅資訊，記得訂閱啦，同埋記得睇埋呢一個短片，完整咁觀看啦，多謝。一定要溫馨提示喎，假如咧閣下嘅電話號碼入面咧有呢個23570啦，呢一啲數字嘅話咧，咁一定要提醒翻你啦，會好容易咧就吸引同埋咧招引咧好多咧問題喺自己嘅身上喎。如果你係個2字嘅話咧，咁你咧喺邊個位置有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影響啦。由尾數上第幾個位，咁大家可以參考翻咧。我有啲影片咧有講解過咧，就電話號碼啦，就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解釋，亦都有唔同嘅人事物嘅代表喺度存在咯。咁咧，如果你嘅電話號碼咧喺個宮位入面咧，某個位置入面咧有個2字嘅話，你會好容易有呢個啦狀態出現咗啦，就呢個病啦、迷失啦，同埋咧就係對事情咧睇唔通啦。好努力咁學習啊，好努力咁付出啊，但係咧都得唔到一啲成果，仲相反咧就會咧借咗啲禍端俾自己咯。如果你電話號碼有個3字嘅話咧，一定要提醒你啦，你會好容易咧就吸引呢個口舌是非、筋骨受損啦，甚至乎要嚴重到有呢個交通意外喎，唔係你揸車喎，我哋個人都會有機會咧喺路面咧係行走噶嘛，呢方面特別要小心啊！再加埋咧3呢個數目字咧，就咧不自覺地咧就會好鬼要面，亦都咧得罪咗人咧，就自己都唔知咯。如果有個5字喺度嘅話咧，你會經常咧就會咧有一啲災難性嘅事情係會發生啦，甚至乎得罪一啲權貴啊、有財有勢、有權有話事能力嘅人啦，再加埋咧就係咧
如果咧你呢一個五字嘅話咧喺嘅呢一個尾嘅話咧，你好想成為一個權貴啊，但係咧你經常咧都會遭受到咧其他嘅權貴咧嘅攻擊咯。如果一個七字咧，呢個係一個破財破壞啊一個嘅數目字咧嚟講啦，同埋咧就係咧好多時咧會招引咧好多啦無厘頭啦嗰啲叫做啦第三者嘅姻緣咧喺自己嘅身邊咯，簡稱呢啲叫做爛桃花咯。所以咧七呢個數目字咧亦都會容易咧就多口講錯嘢咯。零空洞空想負面啦，黑洞啦，乜鬼咧就係講句難聽啲，狗屎垃圾咧嘅負面消息咧都咧集晒喺自己嘅身邊，好多時鍾意收集咧呢啲八婆嘢。咁但係呢啲內容咧就係咧對於你嚟講咧，對於咧擁有呢個零字嘅朋友嚟講咧，就得個啦吉，甚至乎咧就係咧將自己嘅凝聚到咧係一個極度負面嘅狀態咯。再加埋咧就係咧，你係好多時會憑呢個感覺咯，所以咧會有呢個天然呆或者係呢一個夢飛行嘅呢方面咧，就必須咧就要提醒翻大家啦。1980年啦，2月4號啦，大約呢個日子嘅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啦。咁Ken Sir 俾個提示你啦，你嘅電話號碼咧，如果咧有個6字嘅話咧，咁恭喜你啦！你係一個人緣大盛，好容易吸引到人哋咧就留意你、關注你同埋欣賞你咯，吸引好多咧就對於你有正面嘅粉絲咧圍繞住自己咯。但係咧，如果咧你本身就已經係結咗婚嘅話咧，咁你要注意翻喎，因為咧如果你電話號碼有個4字嘅話咧，呢個為之叫做桃花數，就會好容易吸引到咧就異性咧圍繞住你。但係你本身已經有自己嘅情緣啊、男朋友、女朋友啊、老公或者老婆嘅話咧，呢一個4字咧就會咧走入嚟咧去騷擾你甚至乎咧同你另外一半咧就爭嘢玩，要霸佔一個席位咯。當然，在於你嘅立場，我都冇話要去追佢，或者我冇話要吸引佢。但係因為呢一個數字吸引咧，好多時咧啲異性走嚟咧就煩住你啊。講佢直接啲咧，就喺度溝你勾三搭四嘅話咧，咁你都會有排煩噶嘛。俾其他人嘅意見或者俾其他人嘅嗰種睇法即係影響咗你嘅形象，影響咗你嘅 IP， 咁你都唔想噶嘛。所以咧，1980年嘅朋友，你係咁容易吸異性噶啦，本身再加埋咧，你本身呢種少爺仔嘅性格咧，亦都好吸引到咧，就係咧其他人咧對於你嘅欣賞咯。咁注意翻啦。咁如果你係單身無可厚非啦，你慢慢揀啦。另外咧就一定要提醒翻啦，如果你咧電話號碼用個8字嘅話咧，你當然喺事業上面咧你可以得到提升金錢可以增加咁，但係咧好得意嘅，你越有條件，你越提升嘅話咧，就越多人咧就咧憎你即係討厭你不喜歡你咯。咁冇辦法啦，咁呢個世界好得意嘅，人咧喺一個職場世界咧就真人富貴厭人窮嘅，只有咧就乞衣咧先至會妒忌另外一個乞衣咧揾錢多過佢嘅，乞衣係唔會妒忌咧，就係啲富豪級佢哋揾多幾多10億嘅，只會咧就係咧去呢一個妒忌咧隔離個乞衣咧乞錢咧就多佢10蚊多佢5蚊咧，佢就非常之唔中意，所以80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盡快脫離咧你現在嘅地位啊！你唔去到一個高層嘅位置嘅話咧，你啲口舌是非都好難避免嘅。1956年屬猴嘅朋友咁出年咧你就呢一個啦，就70歲啦。咁咧，如果咧你現在咧仲仍然咧好有心咧兼有力咧去追求咧就係呢一個情緣桃花嘅話咧，你嘅電話號碼咧就必須咧就同呢個9呢個數目字咧就好有關係啦。又或者咧你本身咧你只不過咧係一個咧即係9歲人仔即係大約10歲度嘅小朋友咁可能啲父母聽緊呢一個 video 啊，你想咧提升咧佢嗰個啦同異性嗰個緣分嘅話咧，你可能為佢預備咧出嘅個電話號碼就同呢個9字好有關係啦。咁你可能會問到個9字應該擺邊個位咁你私底下再問 Ken Sir 啦。咁如果咧你無論你係呢個1956年出世定係呢一個2016年出世啦，只要咧你嘅電話號碼入面咧有個1字咧，就會提升咧你咧俾別人咧欣賞嘅能力。咁1呢個數目字咧就係你嘅正粉數咯。
有冇啲朋友啦係呢個1956年或者2016年咧電話有個1字咧，你可以留言俾 Ken Sir 知喎。但係一定要去提翻俾你知咧，而呢一個6呢個數目字咧就會咧吸引一啲負粉啊，會吸引人哋咧對你有一份叫做欺凌啊，或者係唔喜歡你啊，或者你做乜都錯嗰啲諗法嘅人咯。所以咧電話號碼冇價講嘅，你係乜嘢數字係吸引啲乜嘢嘅能量圍繞住自己身邊，亦都吸引啲乜嘢人咧對你有啲乜嘢嘅反應咯。假如咧閣下咧係呢個1992年出生嘅朋友啊，呢個壬申年啊，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如果你嘅電話號碼咧就咧用呢個啦8呢個數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咁你就好容易吸引到好多異性咧，就圍繞住你。嗱，呢啲異性一定係男女之間嘅關係啊。咁啊，如果同志們你要咧去咧改你嘅電話號碼咧，就吸引咧你啲同志嘅朋友去揾你嘅話咧，咁另外你私底下再聯絡翻 Ken Sir 啦。翻轉頭講翻啦，咁如果咧你要提升你個情緣啊脫單嘅話咧，咁啊壬申年啦92年嘅朋友，你必須電話號碼係有8呢個數目字喺度，因為亦都係幫你咧就係提升財富。你越有財富咧，就越有高質素嘅異性咧就圍繞住你咯。咁如果咧你本身咧就係咧已經有另外一半啦，但係你嘅工作咧經常咧要做 presentation 啊，或者喺群體入面咧去做演講啊，或者你係一個銷售領袖啊，或者係一個團隊嘅領袖啊，經常咧都要做呢一個public speech 啊，即係公眾演講嘅話咧，你必須嘅電話號碼咧就一定要有個數目字咧就係呢個4啦，因為4咧可以提升咧你個正面嘅粉絲咯。咁如果咧你嘅電話號碼入面咧有呢一個1呢一個數咧，咁你就注意翻啦，你會好容易吸引到人哋咧，就係咧去控制你啊，去掌握你啊，要你為佢嘅付出啊，你唔啱佢心水咧，佢後面咧就去抨擊你啊，經常咧就咧表面同你講一套啊，背後咧就喺度督你背脊咯。有冇啲咁嘅經歷？有個1字嘅朋友，所以你哋必須要注意電話號碼冇價講㗎，你用個乜嘢嘅數字？就算你將所有23570移走咗都好啦，你用嘅數目字同你嘅命嘅話不配合嘅話，都會有反行其道，或者導致有好多負面嘅事情發生咯。如果咧你係咧呢個1968年咧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咁恭喜你啦！如果你嘅電話號碼入面咧有一個數目字咧就有個9字嘅話咧，咁你咧呢個咧係一個人氣大盛嘅數目字，因為9呢個數咧就幫你咧增加更加多人咧去欣賞你啦。無論咧你係職場定係上司下屬咧有呢個9字嘅話咧，都可以吸引到人哋咧就係咧關注你啊、留意你啊，甚至乎咧對你做每一件事咧都帶住一份欣賞啊同埋呢一個認同咧嘅諗法咯。所以咧，如果你係職場或者你要管理下屬嘅話咧，有個9字喺咧尾2、尾3位啊，尾2係你性格啊，尾3咧就係你嘅動力啊嘛，亦都係你嘅情人位啊嘛。簡單啲咁講咧，尾4個位置，尾4個位入面有其中一個位有個9字咧，都可以咧提升到咧你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咯。咁假如咧你係咧呢一個1968年啦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你今時今日仍然係單身，但係咧你依然咧就好想咧就係咧有個情緣發生嘅話咧，咁你必須要有個數目字咧就同呢個6好有關係啦，令到人哋咧更加欣賞你、喜歡你。即係簡單啲咁講，對於你咧就會有啦呢個男女關係咧嘅諗法咯。而家你一定要提醒你喎，如果咧你咧有個4字咧喺你嘅電話號碼嘅話咧，咁你注意翻喎。會好容易咧吸引人哋咧，就係咧對於你好多有呢個負面嘅批評。不過都唔緊要啦，你都習慣咗噶啦。68年嘅朋友，你不嬲即係由細到大，你都係習慣到咧，好容易吸引到咧別人咧對於你有呢個負面嘅睇法諗法或者抨擊噶啦。雖然咧4呢個數目字咧就可免則免啦，咁但係咧如果基於其他嘅組合嘅情況之下咧，咁亦都無可避免咧要用呢一個4字嘅。咁唔緊要啦，曹操也有知心友，劉備都有對頭人，做翻好你自己就足夠啦。2004年出世嘅朋友啦，你喺立春之後出世嘅話咧，你本身嘅性格咧就係一個咧非常之專心亦都係唔中意咧聆聽一啲無謂嘅資訊喺自己嘅身邊。但係一定要溫馨提示喎，如果你要提升翻咧你自己咧嗰個情緣運因為你啱啱21歲左右啊嘛，
咁啊好正常咧，係一個求偶啊，或者俾人求偶嘅階段。所以咧，如果你咧亦都想咧揀選一個咧合你心水啊，或者你心儀嘅另外一半做你嘅情人嘅話咧，你個電話號碼咧就必須同呢個一字咧就好有關係啦。呢個一字亦都不單止係幫你提升你嘅情緣運，亦都提升到咧你做事嗰個咧準確度啦，同埋你個圓滿度啦，亦都幫到你咧就係呢一個啦喺聆聽啊或者接收啊，同埋咧就好有智慧去解決問題咯，尤其就係男女之間啦。咁如果咧你本身已經有好有穩定嘅另外一半啦，就已經咧拍拖咗好多年啦，講到談婚論嫁啦。咁咧你要記住，如果你嘅工作想提升咧呢個咧多上司啊、下屬啊，又或者咧啲同事欣賞你嘅話咧，你嘅電話號碼咧就必須要有個八字。咁你可能會問 Ken Sir，我應該擺呢個八字擺乜嘢位置啊？最理想咪尾二尾三咯，最理想就尾二位啦、朋友位啦、多人欣賞你啊嘛，亦都係你嘅性格嘅特質嘅地方啊嘛。咁亦都提醒翻啦，如果咧你用錯咗一個數目字，有個九字喺度，係啊，有啲人可能會喺度駁嘴講一句啊。跟住而家九運喎，九運唔係用個九字嘅，搞清楚一樣嘢啊！你而家睇風水就係講緊九運啫。你嘅電話號碼有分運氣嘅咩？有分呢個地運嘅咩？關個地運乜鬼嘅事啊？明唔明白啊？咁啊，如果有人話俾你聽有呢一樣嘢嘅話咧，咁我只話俾你聽咧，各位朋友佢根本就唔識得電話號碼擁有嘅特質嘅地方咯。如果你用錯咗個九字嘅話咧，就吸引咧一啲人咧就會咧對你咧有呢一種負面嘅睇法咯。無論你做啲乜嘢，做幾正確嘅嘢，或者為人們啦，或者為個團隊幾多付出都好啦，佢哋都會覺得咧你喺度矯枉過正啊，或者喺度扮晒嘢啊。即係簡單啲咁講咧，就唔啱佢心水咯，做乜都錯咯，呼吸大啖啲咧都有罪咯。留意翻啊，電話號碼一定係講號碼同佢命格入面嘅相配嘅，不配合嘅話咧，咁唔好意思啦。咁啊，同呢一個咧用錯咗23570咧係冇乜分別咯，可以嗎？Ken Sir咧研究咗咧呢個電話號碼設計咧，幫人哋點樣去提升運氣咧，就研究咗啦，就已經咧由呢一個07年開始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就已經係18年啦。咁啊，今年2025年啊嘛，咁呢18年入面咧，亦都幫我無數咁多朋友咧，就提升咗佢嘅運氣啊，改變咗佢嘅生活啊，亦都咧就幫到更加多個朋友咧學懂咧點樣運用呢個數字上面嘅能量。Ken Sir 好想咧就將咧所有咧呢10幾年嘅經驗啊，同埋點樣去設計電話號碼咧呢一個內容啊，呢個課程呢個課題啊，去教懂俾全世界啊。因為點解咧？我淨係咧我一個人識咧，我力量有限。我嘅徒弟或者我嘅學生咧，佢哋學識咗啦，亦都可以去幫手啦，去弘揚啦，令到更加多人認知。透過呢個電話號碼數字咧，改善佢以往後嘅生活啦，提升佢嘅家庭嘅關係啦，個人嘅財富啦，同埋咧就係事業上面嘅提升咯。所以咧，我真係好認真咧，想啦揾一啲朋友咧，你真係真心咧想學懂咧呢個電話號碼數字咧，喺你哋嘅當地啊、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將呢一個數字能量嘅運用咧發揚光大，令到更加多人去認識咯。所以咧，如果你有志氣咧，就想成為咧就呢個電話號碼咧星雲嘅設計師傅嘅話咧，你私底下聯絡 Ken Sir 啊，Ken Sir 一個網上課程啊，去教懂你點樣咧就喺你當地咧就發揮，亦都幫到啦當地嘅朋友咧透過電話號碼數字去提升自己嘅命運咯。咁當然啦，如果你做得一個師傅嘅 Ken Sir 亦都教埋你點樣去宣傳啊，同埋咧點樣咧可以普及化，令到更加多人啦喺你當地咧認識到你，而咧等你咧可以學習到咧點樣去做到生意咯，明白嗎？咁啊，大家真係有諗過想成為呢個電話號碼星運大師嘅話咧，就私底聯絡我，參與我呢個國際課程啦。咁啊，經濟地咧可以幫到大家咧，可以成為咧呢一個咧電話號碼設計大師啦。